新團委特別到湖北城市頻道，現在是高夢川報告新聞。大約300萬名符合條件嘅國人，下個月將獲得定薪而用作配套現金補助。所有明年年齡達到21歲或者是以上嘅國人，下個月5號起，可以獲得100到600元不定嘅現金補助。另外，可高稅收入不超過39000元嘅國人，可以獲得600元嘅現金補助。可高稅收入到39000元以上到10萬元之間嘅國人，可以獲得350元。收入超過10萬元嘅人將獲得100元，擁有超過一個房產嘅國人，同樣可以獲得100元嘅補助。從明年3月1號起，國人將能使用新加坡文化通行證嘅存摺到指定購買新加坡文學作品。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也甲資訊通信媒體管理局推行試點計劃，本國人可以使用文化通行證廣推新加坡國際電影做一個本土電影。我國甲泰國簽署到大美貿易甲為了方面嘅合作。頭一次到我國進行正式訪問嘅泰國首相阿諾廷，甲我國總理吳順彩舉行雙邊會談，並見證了兩項協議嘅簽署。吳順彩答，這是一項雙贏嘅協議，為了確保我國穩定嘅大美經營，為了為泰國生產商開拓新嘅市場機會。本屆國會官委議員嘅提名早日開始。國會秘書處發表文告單，即將收到57人嘅提名。我國自9月1號針對電子風加大處罰力度甲執法行動之後，到這個月2號為止，已經掠到1929名觸犯相關條例嘅人，其中167人正式扣有含依托美字嘅電子風。衛生部及衛生科學局發表文告單，導致咗扣有含依托美字電子風嘅人許多。108人被安排到心理衛生學院及社會服務機構進行培訓嘅對話。自今年9月以來，警方至今至少7起假冒內政部官員嘅詐騙案，受害嘅人即共損失大約5萬6,000元。警方提醒公眾對這類詐騙案多加提防。民選11個對128座政府處一個單位昨日發生火警。導火單位後來有2個人因為顧入過量嘅濃煙被送入迪卡紅油院。初步調查顯示，火警真可能是隨崩後來被點倒嘅物件引起嘅。新聞報告完了。